将军府嘛，台湾嘉义水上将军府，清朝的将军嘛，将军府。白人牙膏观光工厂老板花钱把它买下那些文物，然后回来台湾再拼装建造。就这样长按呢，然后照片就会一直往上移动呢。竟然还有这种功能呢！就像现在这样按着画面呢，按右下角那个画面，内容很丰富啊，可以拍照打卡。12生肖的图，石雕啊，艺术品。287张相片。